营斗倒来 Plus。家己，你敢有鼻到这个味？什么味？我总有洗头呢，你莫甲我吓惊。我唔是讲你的头毛啦，我是讲挑战的味。今日哦，我一行入来咱的公营岛，我就感觉规个空气内面拢有紧张刺激的味。迄毋是味啦，迄是澎湃气氛。因为每一组家庭拢是提出全部的精神来拍拼，啊，毋过输赢毋是重点，上重要的是一家人做伙奋斗的过程。无唔对，只要规家伙仔愿意做伙冲、做伙拼，不管是毋是有甲幸福的炸转去厝的，拢已经公营倒转来啊！那是参赛家庭哦，现场的观众朋友嘛有机会当上台挑战摕红包。准备好未？好啊！今日的四组家庭嘛，拢已经准备好啊，头一队来欢迎有嘞有嘞，欢迎！接落来欢迎家己制作。第三组欢迎心动佳配。接落来欢迎家豪万事兴。欢迎欢迎！希望大家今日拢会当顺利过关，甲幸福的炸走。欢迎！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路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斌舅舅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路瑶的妈妈。啊，是安怎？这对名会号做有嘞有嘞。哦，因为啊，我的名唔那是有一个瑶。啊，细汉的时阵，我差不多18岁，我想讲哦，舅舅迄个时阵足调皮的。哎呦，麻烦舅舅带我出去看卖这个世界对。啊，迄个时阵就带我甲谢晶晶。哦，嘿，带阮两个做伙去。哎，就有民主的呢。无，伊感觉足见笑的，因为迄无行情。因为带两个拖油瓶嘛，啊，阮两个就早喺跳棋，跳棋去。啊，舅舅迄个时阵就讲，哦，恁来遮呢个炸跳棋啦，哎我阿呦，姑你是带因去泡茶哦，来炸跳棋。可能听唔到伊。阮两个伫遐耍，伫遐佚佗，哎，全部的人拢无咧跳舞哦，拢围过来看，就讲哎，你该安怎跳安怎跳。安尼阿姑，你带因去拍，迄嘛是有真侪不得已的苦衷着。哦，这你唔知啊，迄阵细汉伊拢黏条条啦。哦，我有当时啊，若要出门的时候哦，伊看到我骑车时阵，就知影我要出门啊。对。就马上走去奥多摆顶原伫遐等我。我有当时啊，佮爱偷偷啊，甲车慢慢看出到我靠我发动，靠会有发现着。安尼细汉的时阵啊，田果甲嫂啊，恁应该拢真无闲。足无用。安尼是毋是拢无时间陪伴？当初我甲长哥吼爱四过走，嗯咱专心爱走透透嘛，伊个外景节目较忝，我爱陪伊。啊，囡仔爱读书啊，总是爱有人照顾啊，所以我将伊带转去伫高雄，阿公阿嬷甲照顾。但是有讲正经的囡仔吼，细汉吼，佮安怎也是希望爸爸妈妈伫咧身边，对。啊，伊知影我要转去哦，伊不爱我要困，困，啊，等阮转去。啊，转去伊就足欢喜的。若要为高雄转去台北的时候，伊就开始烦恼啊！啊，我心足痛的。嘿啊，足唔甘的啊，真的。我拢会对因车开走啊，我就会对着边。一直就，哎呦，我我老的，我会将都会叫情呢，妈妈，最后一定会伊真正就是安尼，即马讲起来是感觉真好笑。啊，毋过迄当阵一定足毋甘的，对无？唔甘。啊，即届会当甲妈妈、甲阿姑做伙来就节目，今日的幸福咧嘛是路遥要好妈妈的一个心意，对吧？对，是啥物？因为爸爸妈妈以前拢无高铁嘛，因拢是家己开车上山下海，我感觉因真正足辛苦的。所以即届我想讲，啊无来赢一个伫厝里就会当送一个掠骹的机器。哦，咱做伙来看卖今日的幸福咧美腿按摩机。哇，足水的咧！
妈妈有介意无？有介意。马上来进行百名一杯赢。水倒头甲酒杯洒出去，水袂当泼出来，厝着圆心100分内底就算过关啦，有5届机会哦。那恁今日是安怎安排的？谁要来挑战？我2届，阿姑2届，啊妈妈1届。我一届哦，拢总5届。无，我卖浪费。卖浪费，安怎讲？我将我的一摆留予阿姑，因为吼我无够迄个气力啊。无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就知影。哦来。哎，恁朋友来啊？哎，你来啊！来，叫姐，来。哎呦，你这朋友真系亲戚哦，来就来啊，搁家炸杯啊，阮这杯啊最亲戚的啦。唔是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我嘛唔知。哎呦，百名一杯赢。你约我来吃，唔是要跟我做伙食饭，你要互我任务卡。哎，唔是啊，哦，当作这趟要做伙食呢。我先来练习，迄水麦压出来是安怎好啊？哦，安尼会使。差一点嘛。啊！你真个困难呢。我可能当家己啉掉啊。我已经练1点钟了，要安怎才好？这个练习真正足困难呢，所以我即马挂我的行李，要等去高雄找我的阿姑佮妈妈，看啥物人较厉害。好，我即马要找恁2个陪我做伙练习，无问题啦。好来。来，哇，这我妈妈。差1点点嘛，再来一摆，加油！你无难，你无难，你将水走出来。阿姑，我感觉阿姑有机会。来哦！哦，会使啊！机会可以，机会啊！冰哥 ，yes！ 稳，换导游吗？阮嘞有2种嘞，种本事的。加油！来，做伙画者。1、2、3，加油！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真正是无简单妈妈，的你撒出去就到这边尔嘞。哎，你水过无大嘛？上主要的是迄水袂当泼出来。那你阿姑敢有信心？有哦，赞！哦，你的后生坐伫头前对无？哎，话就大声的迄个。来，做伙加油一下，加油一下有嘞，来，加油！有嘞，请就位。百名一杯赢，请开始。罗瑶加油，罗瑶！加油！真可笑，水泼出来。水破落地，太收回。第2届机会哦，给一拜。好，加油哦！加油！第2届挑战，有嘞！无法度，哎呦，无法足度，困难的呀。真正无法度。哦，今摆有阿姑啊哦，阿姑漂皮阿姑到底敢袂当成功？阿姑，加油啊！有啊，水无水无泼出来。无，哎，够2届，稳定。哎呦，阿姑，你拄则拢较差远不较多啊，无剩最后1届啊哦，最后1届啊，阿姑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运气无好啦！佳琪啊，我感觉你会当试看卖，我会当试看卖，你会赢着我的俩零，安怎完成了？无米腿就米兰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来试看卖。加油！喂！无你是来乱的哦。
袂输你真牛呢。来啊来啊！你若是过关哦，我就叫4个囡仔帮你俩哩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就有自信的哦。哎，恁两个真正是翁仔某呢。就问你即摆感觉安怎？哎，我即摆感觉有淡薄见笑。确实是无遐尼简单，所以即摆换观众朋友来挑战看嘛，水会当喷出来无要紧，有3届的机会，啊，杀到100分，就会当摕到1000块的红包。水会当滑出来哦。我算个3哦，要算的野手哦，1、2、3，哎呦，哦，这个哎，妹妹，来妹妹，对，来这个妹妹，你叫什么名？安婷，安婷啊，你今年几岁？再一回， 11岁哦。啊，你伫咧厝诶，敢有算过这游？安尼拍拼7块买好吧？好，好， 百名一杯赢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妹妹加油！妹妹加油！加油！啊，赶快是失败啊，啊，不过不要紧哈。啊，该再来佚佗哦哈，拜拜。妈妈，你算是在看来？哎呦，哦你要看麦对啊？啊，好好不好？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嘿，我嘛赶快给你3届机会好， ，1000块红包。哦，百名一杯赢，妈妈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哦，静子姐！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哦！差一点嘛。第2届，哎，较大来，较大来！啊，那有算成功无？无。啊，没算。啊，一支卡伫内底哦。有一支卡伫内底，无算哦。多一届，2支卡拢跳入去。哎，可能爱两支卡啦。来，加油哦，较大来！加油！真正无简单真啊！无简单呢。系啊，假使讲有遗憾，后届再过来嘛，好不好？可以再过来算其他的游戏。欢迎家己制作，这看起来家己是真够制作的呢，还是讲是亲戚朋友？这一看就知影，中央迄是爸爸啊，嘿啊，带迄亲戚朋友的囡仔做伙来就节目嘛，敢是安尼？我带我某叫囡仔来啦，你某伫对？互恁摇啊！我是看名牌才知影。妈妈，哎，哪有可能？妈妈哪这少年啊？这4个囡仔你生，我唔相信。真正看袂出来呢。妈妈遐尼少年啊，你甲囡仔做伙出去的时阵，敢有人误会讲恁是姊妹啊，还是朋友？有啦，啊，就头家啊讲，啊，你带恁大汉查某囝，我就讲，我就讲我不爱买啊，我要走。爱买啊！你食饭我无爱食。真系做济假，做济假。哥哥，你甲妈妈出去的时阵，敢有互人误会过？当然有啊，而且是人客，若是有来咱店的包便当的时阵，是。就人客甲阮阿嬷，就是头家娘，问讲，你阿嬷你有5个孙仔哦，其中一个就是咧讲阮妈妈。哦，安尼，阮拄则的误会嘛是系啊，无法度嘛是的代志最正常的啊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哎，家己制作500个， 5百。我是妈妈，我叫飞旭。我是阿兄尤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弟弟吴迪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吴妞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，我叫丽丽。哇丽丽欢迎真厉害，哎，真厉害。是安怎会号名叫做500？我进前咧算乐团的啦，人拢讲我唱歌升500，所以人就拢叫我500安尼。你是什么角色？主唱交大吉他。哇，真厉害呢！啊，囡仔拢遐尼大汉啊，恁是几岁结婚生囝的啊19岁， ？19岁。你嘛是19岁？我爸济岁啊，你爸济岁？你选过我头我大我3个月，安尼，我大我3个月。敢相信呢？咱咧遐尼少年就结婚啊，啊，一直行到今嘛，中敢有拄着啥物困难？困难是无啥物啦，但是讲起来嘛做大条。啊，都等下你就知影，阮下港吼，
都你哈我伫招的吼，迄时阵有伊的时阵10外等前啊，博球组啊，算乌里啊，我输1-2千万。啊！厝的有甲我斗3工着啊，因厝的嘛有甲我算摕400-500万出来甲我斗清啊。无安尼就会搁家破人亡啊，所以我就对啊就断掉啊啦。哦，这应该啊。迄时阵听到爱恨娇笑，我嘛是足生气的，像我迄少年是安怎会去捌到这种跋筊这个代志？那伊嘛是帮伊同齐来处理，啊嘛做感谢厝内的人斗3工，啊尾仔就专心顾囡仔嘛，因囡仔搁细汉，想讲甲囡仔搁家己照顾好，嘿，啊伊讲伊会改变啊，就互时间来证明。哎呦，爸爸，老老师，哎呦，爸爸，其实我暑假让你感动。暑假，我暑假出去啦，阮大人甲我赶出去，啊伊去救的啦，未啦，我即马正常啊，我会好好拍拼。好简单啦，毋过即马我相信，规家遐拢是足幸福的。安尼做伙行过来，嘛是真无简单。啊，今日的幸福咧，嘛是太太为你设计。是一支吉他。吉他，是安怎？我久无弹，我会晓弹。好是安怎会想要送给爸爸一个吉他？因为这几年就是因为这个代志操烦，所以就拢无咧耍音乐。因为伊进前嘛有耍乐团，啊，有我耍音乐的时阵啊。嘿，佮会做歌曲。就是迄个时阵杀着你的嘛。咱做伙来看伊的幸福咧，一支吉他。哇！爸爸有介意的。哦，我足久无看吉他，我足介意。哇！我等下弹一段互恁大家听看卖啊。你确定？哦，你确定？好。好。大家拍下嘴咧。是我受过放单，啊是我受过好命，受过好命。不管风雨咧有偌大，我会拍拼，认真向前行。不管世界偌呢宽，我会脚踏实地做伙行。不管人生的路有偌哩遮歹行，我会真心牵你的手，斗阵行。而且歌词都是写给妈妈的嘛，对不？那安尼，今日是毋是会当把这个幸福咧早转去厝的，让因阿母继续有这种初恋的感觉、初恋的滋味？今嘛马上来进行双手换双菜，两只手同时出手，甲两盆无同式的球对换有30粒球，拢总有20秒的时间，甲两盆球拢总换了，就算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哦，这个任务是谁要来挑战？哥哥，一个人吗？来，咱做伙来看练习的过程。你是你创啊？卖做咱的食物。你卖讲我咧训练啊？你咧训练啥？我要当囡仔报名啊！我就收到迄个任务卡，所以我爱当囡仔训练嘛。这手脚头敢若运用啊，对无？好。我们再先试看卖啊！下地上坡，下地上坡。哎，爸爸，你讲的任务卡伫台？任务卡哦，任务卡，伫遐。对。做看。双手换双菜。我今仔吼，要来甲你训练一个好把手，知无？来，哪里？啊，这里啦。啊，这个任务啦，变成你成功啦。来了，再查你。好。经过我家己500个坦步的训练啦，我看这届的比赛稳妥当的啦。哈哈，幸福你是咱的啊啦。啊，明仔载去比赛呢，咱的声名应该真大哦。幸福咧就是阮的啊！加油！哇，你算是真认真呢。恁中阮
摕迄个换迄啥？中苦卡地，中苦卡地安尼，啊，所以黄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红色，同款意思嘛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准备好未？请就位。香酒换香菜，请开始。3、2、哇，加油！安尼真好，真稳定，对啊。对啊，这无简单呢。有机会，大家，都一半时间豆豆来。4、3、2、1，勇气过关，恭迎斗争嘛！来，爸爸，有啥物话对你的4个囡仔讲者？人生到即马吼，恁的前途都咱趁有够就好啊，啊莫去惊人遐变东变西，啊就平安健康快乐，啊莫强人过好每一天，安就好啊。会当甲这粗乱的吉他炸转去厝的啊！啊，你有啥物话想要对妈妈讲的？真感谢吼，这4个囡仔吼，你爱甲照顾，谢谢，吼。客气。我感觉爸爸是安怎拄则有淡薄迄桥代志的感觉。你照顾了真好，就一句话，多谢。就敢若我咧演八点档的时阵看。感谢你，你有早年纪愈来愈济吼，啊，头到尾像较早安尼当甘蜜语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咱都谢谢啦，谢谢。恭喜你！啊，话咱观众朋友啊，20粒球，20秒的时间，成功就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有啥想要试看嘞？1、2、3，来，这位哥哥，来你好，安怎情况？我说4个是你是拄则有啉无？无，我是看我洗来洗去，你真紧张对无？对啊，我拄则看你已经准备好啊。我这个卡练习。你安怎练习？你互大家看。伊看哥哥咧耍，啊，伊伫咧大骹呢，就敢若是伊用意志力变的。哦。已经练遐尼侪届啊，有信心无？有。好，来，加油！来。香酒换香菜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。开始啊！对，开始啊！今晚不是空气啊！我让你干干了。加油！你伤过紧张啊！我借问一下，迄球是会疼的吗？我看不出来，真是。你真正足够多呢！感谢你带予大家遐尼多快乐，好感谢，多谢。后盖我来哦，后盖就袂遐尼紧张啦。咱搁找一个好不？我算到3，想要试看卖要举手哦。1、2、3。哎呦，阿妈，你确定？来，阿妈要来试看卖。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84哦，看起来真正足少年、足勇敢的。来，没啦。阿妈，你拄则伫咧头前跟有练习？无啦，你无掠空气哦？无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因为你是时大，所以哦，只有6粒球，只要甲这6粒无共款吸水的，啊，到这个高安对，你就赢。拄则人是10粒，啊，你只有6粒，啊，搁互你30秒的时间。好，谢謝。来，阿媽加油，阿媽加油！香酒換香菜，觀眾朋友的挑戰，請開始。開始啊！慢慢來。阿媽加油！阿媽加油！加油！你哪會講咁好啊？先等陣來。阿媽加油！一邊啊！慢跳姐。來。加油！阿媽加油！喂，阿媽！
差不多。阿妈，你婚啊是哪愈活愈多啊？好啦，咱做伙恭喜阿妈过关啦！我给你1000块，你莫给我算啦，大家已经笑到巴肚疼。恭喜你，恭喜阿妈！你有欢喜吧？身体健康哦！感谢你来佚佗哦，咱果实在恭喜家己制作，来，恭喜摕着爸咱的幸福嘞，初恋的吉他。恭喜！欢迎心动加倍！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佩啊。嘿呀大，家好，我是新啊，我是3位内底上大的姐姐。哦，上大姐姐。大家好，我叫嘉玲，我是排第2的。今日有真侪人替恁加油，对无？嗯。来，大家握手者。哇，哎呦，遐尼侪人，拢是亲戚朋友吗？对，阮是大家族，所以阮的人足侪。对。啊，阮妈妈迄辈因的兄弟姊妹的感情介好，所以刷来到阮囡仔这辈，阮感情嘛介好。细汉的时阵，阮就是伫对面底放炮啊，啊，怪无说哩，就是阿嬷伫遮嘛，啊，炮啊无说哩位安尼砰过来，嘿，啊，怪伊拄啊砰入来伊的衫，砰，啊，怪伊就甲伊生气，伊就走去对面安尼甲阮的炮安尼弹入水沟内底。一定会生气，敢有受伤？无啦，伊受伤应该是就袂照顾啊。哦，啊，不过伊一定有惊到。阿嬷今日敢有来？哦有，就是单单生球迄个。阿嬷，我是使你阿嬷，你阿嬷最有名的啊。哎，就有名诶！来，阿嬷，迄当阵迄炮啊，放伫你的衫内底，你敢有生气？有啊，我就甲问讲，你第炮无代表一个变对遮来。我今仔才知影你是因的阿嬷呢。迄无怪因拄则笑到上大声就是因啦。迄啥拢我的孙啊。啊，恁对因今日来这个节目来挑战，你对因敢有信心？我是讲，因咱都囡仔伊若欢喜就好吼，啊，咱都来甲伊。安尼意思就是无啥物信心啦。阿嬷的意思是欢喜就好啊啦。欢喜就好。啊，不过阿嬷，你敢知影因想要得到的幸福咧是甲你有关系？是因的好心吗？因的好心，对啊，因的好心啊，都解友好啦，所以啊，长了关đảm的阿嬷你好。好，阿嬷等下做伙替因加油好不好？今日的幸福礼是要送给阿嬷的礼物是啥物？按摩椅垫啊。按摩椅垫啊，现在想要送按摩椅垫啊？因为阮阿嬷是一个其实是足无私心的人，伊的心足大的，伊拢会记你讲，阮的遮的孙仔，每一个人爱食啥物物件，伊家己阁有种田，所以大概就是咧修行的时阵，伊拢会想讲啊，这个孙仔爱食这个，伊就寄这个；这个孙仔爱食这个，伊就阁寄这个。哇，安尼讲起来，恁甲阿嬷感情一定足好诶。来，咱做伙来看今日的幸福礼，按摩椅垫啊！阿嬷，你有介意无？哇，袂当互阿嬷失望哦。敢有信心？嘿，安尼就对啊！马上来进行头先有在在，头顶踩一杯水，倒咧爬起来，行到指定的位，头壳顶的杯啊拢无车倒，就算过关啊！有3届机会哦。做伙来看恁练习 VCR。哇！卖这边没。哎呀，快哦！我紧来啦！今仔日就是要红的，紧来紧看。啥？头前在在？哎呀，我知影无好代志。早知影我咪搁有阮客啦。紧来啦！快来行啦！紧来行，咱先来去练习。即马就来试看嘛，我的柔软度到对咧。好一个，袂歹哦。OK 嘛，跟来。哎呦，想到啊！小姐，你刚刚就该耍游戏。柔软度好。我过来，我给你倒沙缸，我倒沙缸出来，真跳起来对。哎呦，该耍！妈咪，你是要叫我倒沙缸啊？对呀，我的头该耍。你是认为这样？你无看我是要食咸酥鸡哦？
这样子吃不是就好了吗？这样子吃就好了嘞。都没杀哎。哦。不要，我不要起来啊！不要起来了！成功！哇，其实你嘛是算足认真的啊。对啊，哦，我看迄盐酥鸡，我就想要食呢。我都真要呢哦。那有人去食盐酥鸡哈，是足爱食的。嘿，用你上爱食的物件去甲你刺激。唔敢嘛是无法度。我嘛是无法度。嘿对。啊，这嘛摕迄贴布来练习你的能 Q 的药。所以你是头一个，代表大家拢对你真有信心哦。请就位。头先有在在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加油哦！大家拢对这节就有信心的，假使讲这节无成功，就有淡薄仔落差哦。来，要起来啊！哦哟，加油！哇，那足困难的呢。哇！你请啊！哇，真正有厉害呢！哇！豆豆来，豆豆来！我可能连爬起来拢无法度。我替你感觉足紧张的。哇塞！哎，豆豆来，上困难的所在已经过啊，对不？来，豆豆来。再加油！哎，甲这讲多啲对啊！我叫我讲嘢，头前。要搞！头前，来，过来一挂，过来一挂。要搞！哎，过来一挂。搞！恭喜过关，终点上就厉害呢！这无简单呢。对啊，咱互观众朋友来试看卖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哦，位坐咧，到徛起，唔免倒落去。啊，交对遐，只要成功，就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来，我算啊3、2、3。哇！这妹妹头一排妹妹，来，妹妹。欢迎妹妹。你好，你几岁9岁。 9岁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做林香文。啊，你是不是会当表演一下，互阮大家看一下，你是不是足能 Q 的？好，来，好，开始。哇！真正真厉害呢！安尼我感觉你真有机会，会当得到1000块哦。敢有信心？有。好，来，大家替拍无加油者！加油！头先有在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妹妹加油哦！你头爱卡倒的，爱卡倒的。系对。加油！豆豆放屁。加油！系加油哦！加油！豆豆来啊，妹妹！加油！哇！好笑对不？谢谢妹妹，谢谢。多谢。好不好？好，不要紧。来，刚刚有人想要试看麦？我算啊3。阿妈，你够想要试看麦？阿妈，你真正赢啦！阿妈，互别人一寡机会，互别人一寡。阿妈，你较认真诶！哎，阿妈连鞋啊拢撞掉啊呢！我甲阿妈讲，阿妈你互别人一寡机会啦，开始吞我算看卖，吞物件，吞鞋啊，伊就甲伊做起来。阿妈的精神，真正是拍婆啊！真正是哦，足好诶，坚持要挑战对无？对，哎呦喂！哎呦！你大家你打我，你有没有想到啊？阿妈，囥遮就好啊啦，好不？好，来，头先有在，阿妈过来挑战啦，请开始。我看，安尼有稳。阿妈，豆豆行哦。加油！确实是无遐尼简单啦，对不？而且头毛会再用力啊，头毛不滚了，头毛再好。来，多谢阿妈，多谢鼓励一下。
实证明，真正无简单，对不？表示你真正透过真侪练习，总算是一届就成功，真厉害！恭喜你得到今日的幸福呢！欢迎家豪万顺利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爸爸郭家兴，我是妈妈戴安婷，我是阿姊郭友玲。你叫啥物名？大家好，你是啥人？你叫啥物名？郭妮飞。哇，因这组算真特别呢，因为是爸爸带某囝嘛，啊，毋过孙仔嘛做伙来。嘿，对，因为孙仔即马伫高雄实习，啊，住伫阮厝，啊，拢有帮阮咧接囡仔，所以想说家带来，因为伊甲菲菲感情嘛袂歹。啊，若是平常时有出去佚佗、爬山，伊嘛会对阮去啊。哎呀，菲菲，你敢有介意姐姐？有啊，姐姐对你好不？好。哇，就赞呢，你看。啊，你阿母是安怎熟识的？拍排球熟识。拍排球要安怎熟识？人遐无尼多。同队啊，因为迄时阵拢无熟识啊，伊徛伫对面，啊，我拄好咧攻击的时候拍到伊的面。目镜搁大起来。你是不是挑故意的？一定挑故意的啊！哎呀，无啦，伊迄当初拍排球的时阵哦，就看对面倒一个较水。水对，是不是？无毋对，一定是安尼，为输会先下手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排球是有厉害有准哦。我头一届去拍排球的时阵，就互人拍到面，而且我拍到3届。我今日听爸爸安尼讲，是不是代表我生了袂歹？你生了有够水，看甲你拍你的面啦！啊，是想拍你的面，你哪会无甲我讲啊？我袂记你啊，我真正袂记你。好啦好啦。啊，恁拄则讲菲菲的运动细胞真好，啊，因拢甲恁做啥物运动？我若去爬山，伊会对阮爬。爬山？啊，伊即马遮细汉，伊家己爬小百岳嘛，拢我都家己爬起，拢免抱免挨。小百岳？我懂。伊即马几岁？3岁半。3岁半爬小百岳？菲菲，你会晓爬山啊？会哦，敢袂少忝诶？不会哦，哇，你真正足厉害，你比阿姨搁较厉害。哇！山顶的风景真水，已经登顶嘛对无？登顶，三角点，啊，这是阿人伊古道，这嘛真困难对到恒春，遐行超5、6点钟。哈？5、6点钟有真侪大人拢无法度呢。阮同事到一半就走啊。你同事敢是伊？唔是，伊应该爬袂起你。我根本袂去参加，好无？那是阮某去爬山。哎，免讲免讲，差不多15分钟，伊就讲我要落山啊。啊，恁平常时有啥物兴趣？露营。露营。哎，我平常时一个月带去露营一道，因为露营囡仔较我都离遐耍离遐走。你甲我的想法是完全共款的。嘿，啊不过大自然啦。阮某是无啥介意露营啦。你今日有真侪 complain 哦，你有想啥物不满的？我拄好来后壁讲。我拄好有知音啊，志同道合啊。哎呀，我看你会当招伊去啊。我看伊敢有咧露营啊。哎呀，因为我的想法嘛是讲迄大自然嘛，囡仔会当对啊，离遐走啊。我当然。虽然讲我无介意，也毋过我是毋是拢有去？安尼你阁有啥物好怨叹？那安尼你会当后届去的时阵，你会面较笑的。敢袂用的？我尽量啦。好，那遐尼爱露营的一家人，因今日想要爱幸福的会是啥呢？长期的天道。是安怎想要伫这个幸福的？因为阮即马迄个天道就是小可有问题啦，啊，就想讲换长期的较方便啦。哎呀，因为有当时啊物件伤过多，车也袂换小旅车的，所以用轿啊。这句话是讲哦，恁某听得着吧？想要换车。吼，我甲你讲，阮翁嘛是，拄开始就讲想要露营，囡仔介意，囡仔会欢喜，啊，所以就要换车。啊，伊若是要换车咧，会使。你笑啥？你马给换了啊？没说你无换着咧。咱真正是共一档一档诶，袂歹袂歹哦，找着朋友啊。马上来进行乒乓赶火车，甲15粒乒乓带入去火车顶的杯啊，拢总有5块杯啊，倒入去3块就算过关啊。
有两届机会哦。这个任务是想要来挑战。哇，你哦，爸爸啊，够像，够稳重嘅。哎呦，哇，菲菲嘛要算哦。菲菲所以今天就厉害。两届机会是一人一届。我两个先，咱另外两个。哦，那你练习的时阵，敢有发生什么趣味的代志？在咧录影的时阵啊，录影的时阵，嘛咧练习。叫录影的时阵有火车，叫囡仔做火车，放伫头壳顶，因伫遐踅来踅去，我伫遐等。听起来真趣味哦，咱做伙来看。哇，我翁咧帮我做爱心早餐呢，哇，够帅啊！真一粒仔卵诶！我迄粒早变乒乓啊！这是啥物乌做啦？乒乓搬火车？莫问啦，等下练习就知啊。来，等一带点戏。乒乓搬火车那袂当诶。先练再说啦，来，准备来。哦，干嘛看？大好美丽啦！甲你规家伙仔去录影，嘛是爱练习无？火车去到了，火车干咩你？干嘛你？干咩你冇？我们来球场干嘛？加油！立马！下班来六合夜市，踅踅行行，上线练习，Let's 行！咱来 PK 啊！输的等一下用跑的。哎呀！哇！妈妈赢！哇，上输啦！我用手会倒来啊！明仔就咧比赛啊！咱的压力足大啦！好嘞，是咱的哦。阿姐，加油！哎呦，真是的呢！啊是灰灰加灰灰的朋友。哎对哦，真高水。啊对安尼，迄个较困难呢，因为这个真稳定哦。哎，拢无稳定，嘿，就一条袂走。若是迄种你嘛牵会着，啊，这种你绝对无问题啊。做伙加油一下！哎呦，来，加油！家好万事兴，请就位。乒乓赶火车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哎呦！爸爸，你等我看你还是换菲菲好啊？菲菲来，菲菲加油！差一点嘛！好，我感觉爸爸今麦心有淡薄跳哦。加油！哎呦！差一点嘛！哎呦，真可笑！韩姐，你去扣球，去扣球。加油！高能力，你就有新的冲气天道啊！加油！只要过最后一粒，家好万事兴就过关啊！来，还有3粒，头一粒，第二粒。
最后一粒失败啊！哎，菲菲足高追啊！哎，你是会先的工作人员哦。多谢菲菲，多谢菲菲。好，还有第二届机会嘛？家和万事兴需要新的程度，才会当换车。到底因敢会当过关呢？这是因第二届挑战。乒乓刮花车，请开始。加油，看爸爸加油嘞！头壳内面，即摆咧想啥？天道，天道，换车，换车，来哦！哎呀！哎呦，赞哦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来，较细粒咧！等下，较等下！啊，别过头啊！加油！三杯啊！因为头拄仔规矩有讲啊，爱三杯啊有球入面。嘿，加油加油！同款是最后一粒就会当有新的天道啊！哎！啊！喂，大哥来啊！我淡薄紧张啊！啊！休困者，休息者。爸爸，我感觉你有淡薄着急啊哦！最后一粒，来啊！啊！冇紧啦，冇紧哦。哎呀，比赛有输有赢，本家就是安尼啊。不要紧啦，会当换车啦。哇！我嘛要算。你讲等下，跟你无关系。我跟我无关系哦。恭喜你会当换车！刷落来换观众朋友来挑战，有10粒乒乓，只要带入去一个杯啊，就算过关，会当摕到17块红包。1、2、3，哦，这哪些3个弟弟来？哎，你叫什么名？张俊海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今年几岁8岁。8岁哦。啊，你拄则看这个乒乓，算这有好算吗？有。啊，你感觉你敢会过关？有可能。有可能。哎呦，观众朋友，请就位，乒乓刮花车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来，弟弟加油哦！你只要一粒就过关哦。对啊。哦，来啊！机会来啊！哎，上大啦，上大啦！较轻嘞，较轻嘞，搁较轻嘞，搁较轻嘞！哎！哦，差一点嘛，差一点嘛！较轻嘞，较轻嘞，较细粒嘞！来啊！哦，搁一个，搁机会！啊！哎呦！弟弟，来，较细粒嘞！来呀！哎呀！恭喜过关喽！恭喜你得到1000块红包！谢谢！今日比赛哦，真正是闹热滚滚，拼甲叽叫。我唔对，看到每一组家庭互相加油，互相斗相共，真正是足甘心的。公益唔那只有输赢，嘛有一家人做伙斗阵团结的精神。感谢大家今日来参加，嘛感谢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的支持。后礼拜马继续收看。公园做真爱，Plus，拜拜。多谢。愉快，耶！多谢。